旨在弘扬中华传统武术的新唐人第3届全世界华人武术大赛即将于本周末在纽约举行决赛。香港咏春名师冯文称赞大赛发扬武德精神，呼吁热爱武术的朋友共襄盛举。 致力推广传统武术的冯文咏春武术会创办人冯文师傅，师承叶问宗师传人黄纯良4大弟子之一的袁延强师傅，他常年教授正宗咏春拳術，強調自己秉持師訓，首重武德。其實你見到一啲出類拔萃成功嘅師傅咧，首先佢拳品一定係好好嘅，咁佢贏咗人哋咧係贏咗人哋個心，所以我哋咧其實好多時講咧，未曾學藝就先學禮。 未曾習武就先習德咧，亦都係我哋武館嘅宗旨嚟嘅。馮文表示，葉問宗師非常開明，社會各階層人士都可以來習武，目的就是要將詠春拳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他強調必須堅持傳統詠春拳術。其實實際上咧，最難係乜嘢咧？葉問師傅點做？你做翻葉問師傅嘅嘢。咁黃純良就做得好好，我師傅亦都做得好。 得知新唐人舉辦全世界華人武術大賽，馮文師傅表示非常讚賞大賽發揚傳統武術精神。咁我哋其實好欣賞。咁你當然啦，即係全世界學詠春拳嘅人好多個國家都有。咁如果你能夠去到外國，同人哋比試一下，亦都係個好無上光榮嚟。他並非常感謝新唐人電視台給武術界提供交流平台，呼籲業界踴躍參賽。我喺度呼籲大家就話，如果你醉心武術， 亦都係愛好武術嘅愛好者咧，就話希望多多參與。許可我哋，就算自己參加唔到，都希望有啲徒弟能夠參與。咁希望咧各界人士，如果你真係對呢個熱愛武術嘅，都大力支持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。